Hello，大家好，我係 Louis，歡迎大家返到嚟不曾遠去的硝煙嘅頻道。過去48個鐘頭，相信大家同我一樣，都被海量嘅資訊衝擊緊。美國空襲伊朗核設施呢件事本身已經夠震撼，但當越嚟越多細節流出，我哋先至意識到，我哋見證嘅可能係人類戰爭史上一次最精密、最大膽，亦都係最令人生畏嘅外科手術式打擊。其實一開始我都好擔心美國會唔會打，點知香港偉大嘅名嘴蕭山作出咗反向預言。此人擁有顛倒因果嘅超能力，凡係佢話黑嘅，最終都會變白。就好似當年嘅張召忠少將話伊拉克會血戰到底，結果美軍好快就搞掂收工。希望佢哋可以早日反向預言伊朗神權政權快將瓦解。對我嚟講，見住美國佬又踩入中東嘅泥沼，心情好複雜。但另一方面，我內心深處其實好興奮，因為我哋終於見到電影入邊用嚟打哥斯拉嘅黑科技武器 MOP 同埋傳說中嘅 BMUS 真係喺現實中出場。我諗聽到美國空襲伊朗核設施，好多人第一反應係：哇，真人版 Top Gun。冇錯，係好似，但係當你睇晒所有細節，你會發現 Top Gun Maverick 嗰種充滿個人英雄主義嘅浪漫喺今次行動面前顯得有啲天真同埋不合時宜。今次唔係關於邊個係王牌飛行員，而係關於一個超級大國點樣動用佢嘅整個戰爭機器去執行一個接近冇可能嘅任務。大家睇 Top Gun 2可能覺得炸山谷個有工廠好唔 make sense，好似星球大戰咁，全世界得一個方法救地球，太過電影情節。但現實就係咁發生咗，而且電影最大膽嘅想像都只係幾架戰機偷襲，現實係成百架飛機出動，全世界只有20幾部嘅 B-32，今次幾乎傾巢而出，話俾全世界聽，邊個先係真正嘅世界霸權？今日我哋就嚟做一次最全面嘅解構，拆解呢場代號午夜鐵錘嘅行動，睇下佢哋點樣策劃，用咩嘢神級武器，同埋呢一擊之後又會為世界帶嚟咩嘢改變。全球棋局，世紀大騙案，要理解今次行動有幾犀利，首先要明白成個行動最精彩嘅地方就係一場橫跨全球嘅世紀大騙案，或者講聲東擊西。行動前夕，全世界嘅軍事觀察家都將目光鎖定喺太平洋，8架 B-14隱形轟炸機喺大量加油機嘅伴隨下，浩浩蕩蕩飛去關島。所有人都覺得攻擊路線已經好明顯，就係經印度洋北上突襲伊朗南部。點知呢8架 B-12隻係煙霧彈，係美軍精心佈置嘅前菜。真正嘅主菜係喺地球嘅另一邊悄悄地上台。真正嘅主力打擊編隊總共7架 B-2，佢哋混喺日常飛去歐洲嘅機隊入邊，向東跨越大西洋，利用夜色同無線電靜脈飛過地中海，再從伊朗嘅西部邊境進入。呢條路線非常之聰明，因為伊朗嘅防空主力都部署喺南部同東部，防備嚟自美軍基地同航母嘅攻擊。而西部相對係一個盲點，甚至有可能係利用咗以色列空軍之前開闢好嘅相對安全嘅空中走廊。成個行動就好似一首交響樂，參與嘅飛機超過125架，除咗主角 B-12之外，仲有超過40架好似工蜂一樣嘅空中加油機 KC-135 同新一代嘅 KC-46，佢哋組成咗一條橫跨大西洋嘅空中油站走廊，確保 B-2有足夠油料完成呢次超長途奔襲。仲有負責開路嘅 F-22-22 EA-18G 咆哮者，呢啲執行敵防空系統壓制 SEAD 任務嘅戰機，佢哋全程保護住 B-2，結果就係伊朗嘅雷達全程冇反應，防空飛彈連一發都冇射過。要執行呢種神出鬼沒嘅任務，主角只能夠係 B-2幽靈。呢架飛機與其話係一件武器，不如話係一種軍事哲學嘅體現。佢誕生喺冷戰末期，設計嘅唯一目的就係穿透地球上最嚴密嘅防空網，將核彈投到莫斯科。B-12之所以能夠隱形，奧秘就喺佢個飛翼設計冇傳統飛機嘅垂直尾翼，將雷達反射面積 RCS 減到最低，
據講只有一隻飛鳥咁大，表面塗滿咗極之昂貴嘅雷達波吸收材料，連引擎都深深埋喺機身入邊，再用特殊嘅冷卻系統降溫，令佢嘅紅外線特徵都極之低。喺高空飛行嘅時候，佢就好似一個真正嘅幽靈。今次行動，美軍出動咗15架 B-12、7架主攻、8架佯攻。考慮到 B-2機隊總數只有19架，扣除維修訓練嘅飛機，基本上係將所有妥善機全部壓上去。呢一種決心同豪賭，真係令人不寒而栗。有咗最好嘅矛，都要能夠刺穿最後嘅盾。今次行動最關鍵嘅目標就係福爾多核設施。佢深藏喺山體入邊近8米，上面覆蓋住鋼筋混凝土。普通炸彈對佢嚟講同瘙癢差唔多。為咗摧毀佢，美軍出動咗佢哋嘅終極武器 GBU-57 巨型鑽地彈。好多人有個誤解，以為鑽地彈係靠速度硬撞，其實唔係。如果速度太快，撞擊瞬間產生嘅高溫會將高強度鋼嘅彈頭都融化，反而鑽唔深。所以 GBU-57 係一個精密計算嘅產物。佢嘅彈頭用特殊合金製造，彈體厚重，確保撞擊時唔會解體。投彈之後，佢會以一個最佳嘅角度同速度，好似一支鋼針咁插入山體。而最恐怖嘅戰術係連續精準命中。根據衛星圖顯示嘅彈坑分佈，美軍好可能係用幾架 B-9 試對同一個坐標點進行咗至少3次攻擊。第一枚 MOP 負責開蓋炸開地表嘅防護層，第二枚 MOP 順住第一個彈坑轉入去，深入山體內部，第三枚 MOP 就係致命一擊轉到最深處，引爆延時引信。喺設施嘅心臟地帶爆炸，利用巨大嘅衝擊波同地震效應，將整個地下洞穴震到坍塌。呢個唔係轟炸，呢個係地質改造。而另外2個目標，伊斯法罕負責生產原料，用戰斧飛彈打，相對簡單。納坦茲負責初步濃縮，用2枚 MOP 處理。成個佈局就係要將伊朗嘅核武生產、濃縮、武器化呢一條龍產業鏈一次過徹底剷除。行動結束，飛機安全返航。侵喺白宮宣佈任務完成。成件事睇落好完美，但呢個就係結局咩？今次行動真正嘅影響係心理層面嘅。佢向全世界傳遞咗一個極之清晰嘅訊息：冇地方係絕對安全嘅。據聞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而家匿喺地下碉堡深處，唔敢用任何電子設備，淨係靠親信傳話，因為佢知道 GBU-57 就係為佢呢啲人而設。同樣感到背脊發涼嘅，仲有喺克里姆林宮嘅普丁，同埋喺中南海嘅佢哋花費巨資建造嘅地下指揮中心，喺 MOP 面前仲安唔安全？所以如果再拍 Top Gun 3，劇情真係唔需要再咁複雜。獨行俠喺 F-18 座艙入邊準備出發，突然頭頂6架 B-12飛過，無線電傳嚟一句：海軍嘅朋友，唔好意思，空軍搞掂咗啦，返屋企食飯啦。B-2嘅完美突襲宣告咗傳統空戰英雄主義嘅終結。未來嘅戰爭可能就係咁樣，冰冷、高效，甚至睇唔到敵人，就已經分出勝負。呢一次行動究竟係一次維護世界秩序嘅必要之舉，定係打開咗一個更危險嘅潘朵拉盒子？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 CLS，我哋下期再見，拜拜。